这些年追查凶手，整理出来的东西都在里边了。姑姑何时嫁给了吴灵素啊？在入神霄派之前就嫁了，当时有了世珍，她和世子差不多大。人在哪儿？在京城。你姑父被封青城王，受命与北凉抗衡，说起来权势不小。是被当成了人质。只要我的身份不拆穿，他就没事。得想个办法救他回来。他的事，世子不用担心。你好好看这个，看完烧了。姑姑去哪儿？我有些事情去办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要不你读给我听，还是一字一文？你疯了吧？你姑姑隐姓埋名查了这么多年，多重要的事你让我来读？没事儿。你自己看。送的什么消息？我们有多久没见到世珍？他一个人在京城，无人可信，随时都有亡命之险。我问你送的什么消息？徐丰年此行细节，这本来就要送去京城的，得让他们知道，徐丰年闯剑阵，京城才会更相信我们的立场。还有呢？还有北凉的军营部署，用这个才能换世珍回来。小姐待我如姐妹，我这条命都是她的。只是一份军营部署，并不牵扯绝密。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我救自己的儿子，不用人教。打世珍最后一次传书回来，你就开始心神不宁。是他叫你这么做的。世珍也是想逃离险地，和我们团聚呀。世珍在京城有没有投效皇室？当然没有。那就好。你就不想救他回来？你真的要为北凉献出儿子的命？大将军已经启程前往京城。他跟你说过要救世珍回来？没说过。那你怎么信他？如果这次京城之行，大将军没有带回世珍，那我就亲自入京，救回儿子。如果你真要把北凉的军情送去京城，那我就只能在小姐的灵前自尽。好吧，我不送信。这些事不要讲给世子听。
看完了。要害我娘的是黎阳皇室。不是没有具体线索吗？这上面记载了我娘进京的具体时间。2个要点：一，刚怀了我；二，当时京城正要为徐孝封王。黎阳朝给你爹封王是无奈之举，他扫灭6国，不封王，天下人都会心寒。但黎阳皇室绝不希望北凉大军有一个少主。所以我娘怀孕，是皇室最害怕见到的事情。那你的仇人是黎阳皇室啊？是。这结论你爹也能推出来，他为什么不起兵杀进京城？北凉若反，天下必将分崩离析，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因为这个仇都不报了。不是不报，是不该拿天下做筹码。什么意思？当年若真是出动大军，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。我想皇室也没那个脸面明着出手，是暗中劫杀。我娘是吴家剑种近100年来第一天才，要想杀她，定是高手。恐怕不止一个。我会把当年伏击过我娘的人一个一个找出来，亲手斩下他们的人头，祭奠我娘。总有一天，我会亲自去京城查明真相。你娘有东西留给你，是什么？跟我来。我在这儿等你回来。这儿已经离青阳派很远了吧？青阳派太瞩目，小姐喜欢清静。这是什么？我和小姐出自吴家，我知道，吴家剑种曾是天下剑道之宗，早就不是了。李淳罡、邓太阿、剑九皇，天下用剑强者层出不穷。吴家气运上已然输了半筹，毕竟底子还在。有底子，也有规矩。当年吴家不许小姐和大将军相近，小姐和吴家决裂，白马走辽东，两人才走到了一起，也才有了世子。吴家一定气疯了。吴家人走后，佩剑都要回归剑种，可小姐已被吴家逐出家门，她的剑已经是回不去了。所以我把小姐的佩剑就封在此处。小姐走之前和我说，世子若是选择习武，她的这把佩剑便交给世子。北凉纵横天下，小姐手中剑曾让天下英雄低头。小姐还交代，世子若是将来遇到恰巧习剑的好女人，就当是小姐送的聘礼。
我怕是遇不到娘亲一般的女子。只要是你喜欢的女子，便是天下最好。山里的大家伙，你就是小雀儿。大家伙是老虎吗？是怪物。说是怪物也不为过。它是青城山的一只异兽，名为虎魁，凶悍无比。姑姑见过，交过手，它奈何不了我，我也奈何不了它。是在争斗。奇怪了，青城山并无野兽能与它对敌。徐凤年，等会儿就回来了。徐哥哥人挺好的，还教我吹叶子。当时我就想过了，有机会要亲自做个媒，给他找个好姻缘。不过现在有你了。等一等，什么就有我了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也没替他找到合适的，就是可惜，总觉得他该配天上仙女。走吧。这就走了？小雀儿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？徐哥哥，我刚才已经把你的事儿放下了，放哪儿了？所以我就不能跟你走了。啊，留这儿也好。这次时间太紧，等我出巡回来再来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一言为定。怎么了？我替你可惜，你都不知道，仙女你都错过了，便宜你了。我错过什么了？怎么就便宜你了？别问了，这是你娘给你的。大梁龙雀，我娘的佩剑。你不是学刀的吗？这也是我娘给我将来媳妇的聘礼。拿剑做聘礼，有点凶险吧？给。你干嘛？你是我丫鬟啊，你不替我捧剑，还我自己拿着啊？是这意思？不然呢？没不然。你姑姑呢？姑姑不能送我出去，不能泄露我和姑姑的关系，要让天下人觉得我与青阳派为敌。我明白。所以你也不能从大门走。我进青阳派，背个剑匣子出去，说不过去吧？所以呢？所以你从侧门走，从林子里绕到前面山路去，我让马车在拐角等你。10万行不行？20。成交。我是不是要少了？不对啊。等会儿，你记住啊，贴着林子走，千万别进山。我又不傻，能不认路吗？你记好了。哎，出来了。今日所赐，
徐凤年铭记在心，你且等着，终有一日我会重返京城。让他走吧。是这边吧？听着吼声，像是遇到了绝境。奇怪了，这什么怪兽，敢和虎魁争斗呢？韦爷青娘，随我进列。怎么鸟叫都没了？徐凤年。是你吗？信任的都跟进林子了，不信任的都留下了，也包括你自己吧？世子不信我很正常，本来我也没什么忠心可言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做他的护卫？你不也是？说起来，大家留在世子身边，都是各取所需。我觉得，我们应该互相照应些。你也一样。我当然没忘了剑神大人。剑神大人和徐骁没有什么牵连。我猜，你护送世子东行，应该也是答应了什么条件吧？剑神大人曾傲视天下。您知不知道有门功法叫白帝抱朴诀？不瞒前辈，小女子投效徐家就是为了这套功法。若先生记得这个，淑修愿改投前辈门下。滚开！那就不打扰先生了。有猛兽经过，江离，不会遇险了吧？应该不会。你就不怕我把这些话告诉徐凤年吗？随你怎么说，你有想要的东西，他们只会更放心。你们林家若是知道白帝抱朴诀，我也可以为你效力。我叫吕钱塘。江离，
没事吧？你看，怎么了？哇，虎魁已经死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虎魁。我看见了，从我跟前跑过去的。他没袭击你？没有，他都没停，直接跑。长什么样？跑太快没看清，就看见是黑白杂色，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，一晃而过就看见背影，还扛了一根向日葵。江湖上有这号人物吗？倒没听说过。小心，没死透。是母兽怀胎，幼兽就要出生了。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。虎龟出生，睁眼看到的便认作父母。若是幼兽第一眼看到世子，便能收服此等怪兽。哟，先出来的是雌的，后出来的是雄的，那就是姐弟了。他马上睁眼了，让他看到世子。母兽浑身是伤，唯独腹部安然无恙。他一直拼命护着这两个孩子。魏爷爷，天机气运都可以靠实力争夺，但母亲不该被夺走。小家伙们，这就是你们的娘亲，你们看好了。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千万别忘了。他的眼睛。你们的娘亲死了，还真把世子当亲人了。我可不是你们爹啊，千真万确，没骗你们。哎，这么凶！这个不能要，这是自己人。天意使然。这两只虎魁天生就应该跟着世子，总要有个名字吧？你是姐姐，那你就叫菩萨；你是弟弟，你叫金刚。这哪能听得懂？对呀，菩萨，金刚，菩萨，金刚，菩萨。真听懂了。金刚，长姐如母，这是管着弟弟呢。我能摸吗？别怕啊，没事的。这么小就有鳞片了。哎，他们的母亲是双脚，他们为什么是独角？颜色还不一样。长大了就会长出双脚，颜色也会变化。世子，
骨魁浑身是宝，鳞甲做成甲胄，刀枪不入，不比富强红家差。把他埋了吧。什么都不要。他把2个孩子托付给我，足够了。出发吧。哦，怎么走？越过青城，改走水路，顺江而下，直奔青州。上车。嘿，哪来的小虎魁啊？嘿嘿，倒是有胆气啊！嘿。看什么？好剑。徐骁说了，不能给他钱。你娘的大梁龙雀，这你也看出来了？小丫头，你别紧张，这剑女娃子用久了不适合我。哦。哎，你不去跟你姑姑道个别吗？该说的都说过了。水路东行，便是青州，千万小心靖安王赵后。在北凉时，我已领教过他的手段。当年老皇帝过世，八龙夺嫡，靖安王只差了少许，便能坐上至尊之位。此人心机深沉，经纬韬略，未必就输给黎阳的皇帝。姑姑放心，有北凉35万大军在，赵恒不敢杀我。希望如此。靖安王，我倒真的有点期待，这位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？王爷，林家在青州的产业，今时已经全在掌控之中，这其中财物的流转数目都全写在这儿。王爷要不要过过目啊？说起来也可怜呐，好大的一个家门，被毁于一旦，也不知道如今林家还剩下几人存活于世啊？王某正在追查，定当斩草除根，不会让林家有再起的机会。慈悲为上，慈悲为上啊！父王，王先生也在。见过世子。有什么事？有上阴学宫学子前来献策，求见父王。你亲自引荐，那学子说的话，怕是会与你不谋而合吧？算了，把他带过来吧。是。去吧。飞去北凉的？是。有人收到剑碎，自然会赶到青州。危急时，为世子后援。徐凤年，如果没有闯青阳派呢？世子若不曾闯青阳派，就说明是审时度势、谨小慎微的性子，也就不会在青州有大麻烦。这支援兵
也就不需要了。徐骁连自己的儿子都要这么试探，临事关头，方见本性。世子没有让我失望，不愧是小姐的孩子。老头，这船开得这么快，你钓得着鱼吗？这都行。父王，这位就是上阴学宫来的学子。赵凯见过靖安王。你要献策？好，王某还有事要做，不如先行告辞。王先生，一起听一听。你说你的。靖安王入主青州，将近20年载，可曾想过更进一步？你说的更进一步什么意思？朝廷让靖安王入主青州，是为了挟青州水师之威震慑北凉。若北凉灭亡，靖安王自是奇功一件，怎能不扶摇直上？北凉35万大军，谁动得了？想灭北凉，无需大战，杀1人即可。杀谁？徐凤年。你到底是剑神还是鱼神啊？这钓鱼比捞鱼还快。我啊，这是借钓钩为鉴，这不是钓鱼，而是刺鱼。你武功真的很高，还行吧。到底多高？想拜师了？为什么不能给你剑？我败给王先知之后，我再未持剑。徐骁以为我心里面压了屈辱和战意，他担心我一旦持剑，会控制不住，大开杀戒。你会吗？不会，因为徐骁并不知道我不持剑，不是因为战败，那是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有一个人死在我眼前。女人？她是你什么人啊？江宁。嗯。知道我为什么想收你为徒吗？因为我天赋很高啊。不仅仅是因为天赋。还有什么原因？你跟在徐凤年身边，就像当年他跟着我一样。我想教你学剑，是想让你的武功强过徐凤年，这样他就不会对你视而不见。就算有一天这小子跟我一样疯了，你也能制住他，不让他犯下难以弥补的大错。你说的那个女人，难道是被你？是被我亲手杀死的。父王，您觉得呢？有言惑众罢了。可他说的没错呀。杀了徐凤年，徐骁必反。徐骁反，未尝不是好事。天下大乱，好处何在呀？大乱方能大治，
乱世之中，王爷才有机会再去争一争那至尊之位啊！将他轰出府去。父王，若再登门，斩首示众。这孩子眼睛里的野心和我当年一模一样。世子受王爷教诲，自然少年有志。我说的是那位赵凯。哦，一个学子而已，野心再大，他又有何用呢？可巧的是，他也姓赵。林家还未缴出干净，王某就先告辞了。王先生，请便。徐凤年就要到青州了，王爷真要放了他？心有善念，慈悲为怀。那你又为什么会同意送徐凤年去武帝城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别问了，我跟徐骁的交易不能说与人听，除非你愿意做我弟子。不听就不听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？他要去武帝城，那你恐怕又要对上王先知了呀。挺好的，我把自己关了这么多年，手都痒了。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，王先知最合适了。你能赢吗？不好说啊，当时输在毫厘之间呢。不过现在嘛，许久没过剑，有些属身，不过也没关系。打架嘛，开心就好，输赢先不想。我希望你赢。那我谢谢你。如今，这世上没人对我好了，也还不错。怎么了？想拜我为师了？给你，借你的，打完架立马还给我。你要把神符借给我？你认识？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楚国至宝，你说借就借。楚国没了，这就是把匕首。你不会要打开杀戒吧？你放心吧，不会的。算我欠你的，想想，要我怎么还？要不你教教他吧。我的人情就这么用啊？嘿。还不是怪你！自从那天晚上你说了他几句之后，他再也没让我读过秘籍，害我少赚好些钱。你赶紧指点他一下，说不定过了这一关，就又让我读书了呢。不去拉倒！父王常年安逸，胆子都变小了。没有京城之意，擅自杀北凉世子，
总有些顾虑。大好的机会，放过了可不成？拜山校尉先，世子该为王爷解忧。你是说让我出手？也不是不行，只是徐凤年出了北凉，身边怕是有高手护卫。世子，看那边。就他，世子如果想除徐凤年身边护卫，非他莫属。小子，前辈，哎，别过来！哎，别咬我！别咬我！停一停，别傻看着呀！金刚菩萨，回来！还有，金刚，你们两个别乱咬人。也就是前辈宽宏大量，他要是动了杀心，我可拦不住啊。别拐个弯求情了，我还不至于对这2只小家伙动手呢。那我替他们谢谢您。你这小子也真是踩了狗屎啊！再过几年，这2只小家伙都可以顶个1品高手了。我收养他们，没想着养成高手。人都会变的。前辈找我有事？光修大黄庭，不练招式，一样是个废物，休东出窍。前辈要指点我。刀痕在上面，太高。行，手指弹刀身，试试砸碎核桃。这核桃甲板不能留痕迹，再来。千剑草纲白看了，剑术剑道的平衡在哪里？看什么？我知道你用的是刀，可道理都一样。千剑草纲就读了个开头，没往下看啊。为什么不继续往下看呢？那不是您说那书写的荒唐，误人子弟吗？是啊，那就想想那天我用水珠破红甲的场景，我那弹指是怎么运镜的。好好磨练吧，就你这悟性，怕是够悬。只许碎一个核桃，不要伤及其他。世子可知吴家剑种？当然知道，剑仙辈出人间禁地。吴家近几年出了一名天才剑士，20岁便出剑种，挑战天下剑士，从无败绩。此位便是吴家新一代的希望吴六鼎。说完了吗？我还有美言。先生在青州是在等徐凤年吗？与你何干？靖安王府愿为先生打探徐凤年行踪，一有消息立时奉上。你想要什么？能一睹先生出手，心满意足。这吴家人为什么对徐凤年出手？徐凤年的母亲曾为徐骁反出剑种，如今新一代
算旧账来了。还在练呢，给你提个醒啊，过几天要是练成了，记得叠2枚核桃，然后呢？然后弹刀下去，核桃锯碎，船板没事儿。我已经做到了。怎么可能？中午才练的，你可别骗我啊！你小子倒是有点悟性啊！让你坐这儿发什么愣呢？我想试试3枚，但试了好几次，都没成功。用力的时候，最下面那一枚会被弹开。难道说2枚就是极限吗？知道剑招和剑意的区别吗？刀。刀没动，怎么碎的？这便是剑罡。光看没用，把春雷悬在袖东下，细心感受何为剑罡。感受到了，是气机凌空，内息破体，透冰刃而出。剑罡本质上就是真气的运用。以你大黄庭的功底，多练几次也能试出来。那这剑罡可比剑招厉害多了，剑招可没这效果。刀再放。这次又有不同，好像有力道击打，逼迫春雷脱手。这就是剑招。你摸一下袖东的刀面。感觉没动，但其实有细微震动。第2指击打，袖东看似未动，其实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弯曲6次，击打春雷，然后再接力恢复正常。弯曲6次，都没看出来。上乘剑招，快如奔雷，稳如五岳。小子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那这剑招与剑罡，孰强孰弱？老夫以剑罡破敌，便是剑罡厉害。老夫用剑招杀人，剑招便胜过天下剑罡。明白了，您最厉害。你果然有悟性。剑招剑罡，自己琢磨。不几日便到荆州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老夫懒得出手。能不能躲过明刀暗箭，看你自己了。多谢前辈指点。我没想指点你，是欠了人情，拿你来还。谁能让您欠人情啊？内息破体，透冰刃而出。前辈，我练出剑罡了。你那是刀罡，有道理。就这么点力气，杀只鸡都不够，慢慢磨练吧。这小怪物修行的速度比老夫当年还快。将军，你已经在王府门口睡了好几日了，府里的人都问您什么时候回去呢？义父让我在这儿等着药鹰送剑穗，鹰不来，我不走。念什么呀？
药鹰，好像是药鹰。将军，我去替你瞧瞧。闪开！将军小心！是剑穗。哈哈，真是剑穗！你就守在王府门口，一旦收到了药鹰送来的剑穗，你立刻率领本部骑兵赶往青州。将军，慢点啊！传令拔营，给我东行接应世子。调兵去用虎符。服你个鬼啊！不去的都砍了。将军，请看下座。路上话，路上话。闪开！闪开！江上传来消息，徐凤年今日便到春神湖。吴六鼎通知了吗？他说要养剑，明日才肯动手。不等了，先调集水师，赶往春神湖，机不可失。你把神符给李前辈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不怕摔下去啊？这儿风景好，要不坐下试试？我水性不好。有我在，掉不下去。这湖比府里的大多了。那可没法比，800里春神湖容纳天下水陆，吞吐大江，历来是兵家死争之地。靖安王坐镇青州，养水师，盘踞春神湖，就是借天险，据北凉。这等大湖，就是放在天下，也是独树一帜。啰嗦的要死。你找我有事儿？你那2只小虎葵，在储物仓偷生肉，没伤人吧？那倒没有，小家伙鬼得很，只吓人不伤人。那就不管他们。前面有船。那后面也有一艘。好大的船。这些都是青州水师的黄龙楼船。找麻烦呢？或许吧。那边有艘船，没关系，那也是青州水师。世子以为这艘船是巧遇，还是专程出现？定是巧合。靖安王府为出生，青州城谁敢来接徐凤年？这艘又是干嘛来的？奇了怪了，好像真是去接徐凤年的，谁这么大胆子？认识吗？王林泉，这是要动手吗？阁下，可是北凉世子徐凤年？正是。世子，这位王先生此时出现，是王爷的意思？
掉头回营。今日不能出手，免得坏了父王的谋划。你到底是谁？老奴王林泉，见过世子。王林泉，你是靖安王麾下那个财神爷？投效靖安王，不过是奉命行事。老奴实为北凉旧部。王林泉投靠青州，本就是王爷安排。你认识吗？这些年就是我暗中联络，与王林泉联系。所以是徐骁派你来青州的？是。数十年经营，也是大将军暗中相助。靖安王最后是信了老奴，林家覆灭，青州的财权就交到老奴手上了。靖安王自以为棋局大胜，可到头来还是大将军棋高一招。这么多年潜伏，何其不易！你这么一跪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世子到青州之日，便是老奴恢复北凉军身份之时。这一天，老奴等得太久了。咱不说这些了。在春申湖中心，它有一个岛屿，名叫母山，它早就在老夫的掌控之下。世子，请随我来。转舵，回家。徐骁究竟还有多少暗器没让我知道？世子请。还不快跪！老奴全家都在此处，给世子请安。大家快起来，尤其是您，可不能跪。大家请起，起来吧。世子为什么说老奴不能跪呢？因为我北凉军中有军礼，无需跪拜。可老奴早就离开军务了。一日北凉军，一生北凉军，您始终未曾离开。北凉虎扑营马前卒，王林泉参见世子。北凉后辈徐凤年，见过老兵。北凉有世子在，未来可期呀。老奴便是死，也瞑目了。别用这个奴字，您是我长辈。好好。哎，初冬，过来。这是王某的女儿，名为初冬。世子要是不嫌弃，今夜就让小女侍寝吧。啊！